書法同埋水墨畫係我中國文化裏邊一個重要嘅視覺藝術嘅元素。自細就應該接觸，因為兒童美術教育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問題，就係兒童本身係有一個童真嗰個童心同埋嗰個好純真嘅一種感情咧，係好容易俾一啲好刻板嘅唔俾佢摸索同唔俾佢發揮嘅一種教條式嘅教育咧，會抹殺咗呢種童真嘅。譬如我要寫一啲短嘅弧線、流動性嘅感覺嘅，咁我會教佢睇下魚仔點樣游，魚嘅游動、魚仔嗰個線條嗰啲弧線嘅變化，咁我哋就會係用毛筆可以表達到佢。咁我哋將我哋自己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教育，去向唔同嘅族群去分享咧，其實係一種文化融匯嘅一種好好嘅計劃嚟嘅嚇。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亦都係相對地，我哋可以接觸理解唔同族群裏邊唔同嘅文化，我哋中華文化可以發揚光大俾全世界嘅一種咁嘅機會。我送俾大家嘅説話：筆底童心，書畫求真。